大自然的风景总是能抚慰我们的心灵。有一些画家想要尝试找出其中的美，表达他们的感动，因而创作了许多著名的风景画。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风景画历经了漫长的时间，才被认定是一种新的绘画类型。风景画本来只不过是宗教画的背景而已。随着时代发展，它们在画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后来终于出现了只描绘风景的作品。然后从写实到抽象，表现手法也越来越多样化。在风景画的发展历程中，英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有2位天才画家如同互相较劲一样，非常活跃，打造了风景画的黄金时代。威廉·透纳，他以冲撞的态度挑战大自然，用不受局限的创作手法，为风景画注入了戏剧的气息，使其具有动感。约翰·康斯坦布尔，他凭借出类拔萃的观察力与出色的绘画功力，把田园的日常景色编织成富有抒情气息的名画。他们以自己的信念，各自开创了全新的画风。日后，追求光影与色彩的印象派将他们的画风传承了下去。世界上最美的绘画。法国大文豪普鲁斯特曾经如此赞扬过一幅风景画，它是以17世纪荷兰西南部的代尔夫特为背景的。乍看之下平凡无奇的风景，在艺术家的手中能变成一幅撼动人心的名画。它就是来自代尔夫特的画家维梅尔的杰作《代尔夫特之眺望》。他画出了清澈的天空、平静的河流，以及相连的用红色瓦片盖的屋顶，使人感受到时光静静的流动。仿佛一不小心就要被拉进画里，这就是这幅画的独特魅力。现在风景画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主题，可是这一类的画作出现的时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久远。众所周知，西方绘画起源于宗教画。在文艺复兴时期，天主教的总部梵蒂冈就是宗教画的重要基地。宗教画里的主角或是神或是人，而风景画是以自然为主题的，长期以来并没有风景画这种绘画类型。宗教画通常都是以推广天主教教义为目的所创作的。那些画作中的风景只不过是背景而已，用来凸显圣人的神圣光芒，从而使圣经里的故事更令人感动。主角终究还是神或者人，风景所占的比例很小。
到了16世纪，宗教画开始出现了变化的征兆。原因就在于从德国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信仰的所有依据都来自圣经，而圣经是禁止崇拜偶像的。这项改革运动慢慢扩展到了现在的比利时和荷兰等国所在的西欧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比利时出现了一种以往从未有过的全新的宗教画。这是16世纪前半期来自安特卫普的画家帕滕内尔的代表作《基督受洗》。这幅画是以耶稣基督与施洗者约翰为主角的，但它和以往的宗教画的不同之处在于，背景部分占了很大比例。帕滕内尔把山河与城市都画得好像是缩略图一样。他运用了远近法，越是远处的风景，就画得越蓝越模糊，表现出背景的辽阔。在与帕滕内尔几乎相同的时代，德国出现了首位名留青史的风景画画家。他就是阿尔多弗，多瑙河的自然风光孕育了他，他留下了许多以他们为主题的作品。一望无际的天空与德国幽深的森林，阿尔多弗把实际存在的自然景象画了出来。这幅画被认定是西方第一幅油彩风景画。植物的生命力蕴含着大自然的本质，这就是阿尔多弗的世界观。从大自然中发现神秘的力量，这也是日耳曼民族的传统。到了19世纪，同样在德国出现了幻想风景画。这是德国北部的画家弗里德里希的作品。道路上布满了岩石，象征着人生。枯朽的树木暗示着死亡。而微弱的月光则象征着一丝希望。这是北方的大自然所呈现的荒凉景象，表现出人类的孤独与悲哀。17世纪，德国的邻国荷兰脱离西班牙的统治，获得独立。荷兰是欧洲第一个形成公民社会的国家。画家开始为普通民众作画，而人们也开始喜欢在家里挂上风景画，把它当作装饰。17世纪的荷兰被誉为绘画的黄金时代，鲁伊斯·达尔正是那个时代的代表画家。与德国不同，平原占据了荷兰的大半国土。壮阔的天空是荷兰的特色之一。风是神的恩赐，而停止的风车象征着人类失去了风。
从云间透出的阳光照耀着水面，产生出戏剧性的效果。后来有许多人承袭了这种表现出独特哀愁的风景画。其中之一就是鲁伊斯·达尔的弟子霍贝马，他创作了一些明亮又开放的风景画。绵延的小路两旁种植着行道树，高空中的白云正沐浴着阳光，不断闪耀着。农夫正在种植与行道树同品种的树苗，在荒凉的土地上种植树木，表现出荷兰人自己创造国土的骄傲之情。今日的罗马还留存着古代的遗迹，起源于西欧的风景画，也开始逐渐地影响南欧的画家们。到了17世纪，融合了古典美术、充满了人情味的风景画诞生了。克劳德·洛兰被称为法国风景画之父，他主要在罗马活动。他受到罗马古代遗迹的启发，创作了富有诗意的风景画，因而名噪一时。港口与海洋沐浴在南国的阳光下，洛兰把这种构图当成最理想的风景，不断地画着同样的题材。几艘帆船停靠在港口，传达出17世纪欧洲大航海时代的活力。洛兰把神话或圣经里的人物画入作品，因此在意大利，人们也开始把风景画当作一种艺术。这是逆光的港边都市风景，描绘了圣女将要上船的场景。这幅画是西班牙国王定制的，他把它装饰在宫殿内。就连当时的掌权者也认同洛兰风景画的魅力。洛兰的作品还被制成版画出版，持续影响着整个欧洲的画家。有2位来自英国的天才非常尊敬洛兰，最终他们取得的成就也超越了洛兰。英国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成为了世界经济中心，人们歌颂这一黄金时代。而受到洛兰影响的画家也在艺术界发起了革命。威廉·透纳，这位英国绘画大师为风景画注入了一股新风潮，名声传遍了整个世界。1775年，透纳出生于伦敦市中心，他的家就位于特拉法尔加广场附近。这是他家理发店的旧址，现在只剩下一块纪念碑了。
当时这一带是昏暗的小巷，林立着一些陈旧的建筑。透纳少年时代的乐趣就是穿过这样的街道，眺望泰晤士河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渐渐的，这无法让他感到满足，他开始自己拿笔画下来。他的父亲非常自豪，把儿子的画作挂在自家的理发店内。后来有一位牧师注意到他那充满才华的画作，于是在这位牧师的介绍之下，透纳在年仅14岁的时候就进入位于伦敦市内的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现在这里和当时有所不同，但依然有学生在这里学习美术。竖立在广场上的是雷诺爵士的铜像，他是这里的第1任校长，担任过宫廷画家。透纳在这个地方努力地学习西方美术的基础知识。在30岁之后，他还当上了这所学校的教授。然而，富有探究精神的透纳放弃了这些地位，成为了一名突破传统的画家。透纳刚学成的时候，画的都是一些以国内各地的地标为题材的水彩风景画。随着交通设施变得发达，民众也爱上了旅游，所以像这种介绍观光景点的画作，需求量就大增。这些画会被制成版画出版，因此透纳名声高涨，同时他的财富也跟着高涨。透纳自己也很喜欢旅游，从14岁开始，他为了画风景素描，有时会外出旅游。在27岁的时候，他第1次出海，前往欧洲大陆旅游。这次的旅程一开始就多灾多难。这幅画描绘了他在位于英法2国之间的多佛海峡的经历。因为暴风雨的缘故，船只滞留在了海上，透纳只能换乘小船上岸。受到一股冲动的驱使，他画下了素描，描绘了当时的情景。这是一群渔夫，他们在码头准备出港。船只在惊涛骇浪中，似乎马上要翻船了。这幅画作传递出了透纳个性中激烈的一面。描绘大自然中的人群，呈现戏剧性的效果。这些手法表明他受到了洛兰的影响。在这次旅途中，透纳在巴黎待了1个月，有一大半时间他都是在卢浮宫美术馆内度过的。为了从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的画作中学习技艺，透纳不分昼夜地守在卢浮宫美术馆内。透纳一辈子都热衷于研究画作，而给他带来最大影响的，就是以戏剧性的手法描绘太阳的克劳德·洛兰。透纳一直努力着，他想要在光的表现上超越洛兰。
太阳使大气发出光芒，并且融入了风景之中。透纳始终追寻光的表现，最终他创作了这件犹如抽象画般的作品。东贝赫尔特位于伦敦东北100公里处，是个有着约2700人的村子。人们可以看到英国典型的一望无际的田园风光。而这里出现了另外一位天才，他也很崇拜洛兰，并且成为了风景画的改革者。约翰·康斯坦布尔，他比透纳小1岁，以自己出生的这个村子为创作的据点。康斯坦布尔家是经营制粉业的，是村中的望族。位于中心的豪宅遗址，现在只有一块标牌，表明这里曾是康斯坦布尔童年时代的家。康斯坦布尔的父亲劝他应该多学习画肖像画，因为当时那比画风景画更容易找工作。可是最吸引康斯坦布尔的，毕竟还是故乡的田园风光。这幅画描绘了东贝赫尔特村附近的村落费莱福的小型造船厂。这是夏天即将结束的某一天，平常生活中的一个场景。在远景中流淌着的是斯陶尔河，它常常出现在康斯坦布尔的作品中。康斯坦布尔在画风景的同时，也会把风景中的人画入作品中。他把人类的行为当成自然的一部分，将其融入风景中。他摸索出的温暖而又抒情的手法，是从他尊敬的洛兰那里学来的。虽然同样以洛兰为典范，但透纳总是画出不平静的大自然，而康斯坦布尔却正好相反，他总是描绘安详的日常风光。费莱福磨坊，拉着船的马就停在桥的前面，少年正准备松开绳子。康斯坦布尔仿佛把沐浴在夏日阳光下的一片片树叶、水边茂盛的杂草、腐朽的木桩等，都当成了心爱的物品，将它们忠实地描绘了出来。出现在河流上游水闸的另一边的，是康斯坦布尔的父亲经营的制粉厂。作品里画出的河流的水闸以及制粉厂的建筑物，如今都还在同一个地方，保留了当时的景象。康斯坦布尔继续坚持描绘平凡的风景，但是长期以来，他一直无法得到英国美术界的认可。透纳很早就受人瞩目，与他相反，康斯坦布尔一直怀才不遇。即便如此，康斯坦布尔还是相信自己的艺术，最后终于创作出世界性的杰作。这个世界不会再出现相同的一天，一棵树上不会出现2片相同的叶子。康斯坦布尔坚信这一点，他一如既往地画着故乡东贝赫尔特村的风景。
康斯坦布尔26岁的时候，买下了一间还留在村子中心处的画室。他把它当成他的创作据点。目前，这栋建筑物还留在原址。康斯坦布尔一心一意地观察大自然，他尤其关注云朵的变化，不断地画着云朵的素描。在他看来，天空是光线的来源，是决定风景画品质的最重要的元素。康斯坦布尔的努力与信念终于有了成果。他45岁的时候创作了《甘草车》，这幅画可谓是他最杰出的作品。他捕捉到了微妙的光线变化，以强劲的笔触画下了云朵。在这片天空下，用来运送甘草的马车正在渡浅滩，并向着割草的地方前进。而那些闪烁的光芒，给这幅原本寻常的风景画带来了活力。在林荫湖畔，散布在树丛间的一个个白色的亮点，被称为康斯坦布尔的宇宙。左边的建筑物散发出迷人的淳朴气息，它刚好进入了他的眼帘，他就把它画了进去。这个地方依然保留着与画中相同的风景。画中的老房子是一个他认识的农夫的家。康斯坦布尔在过了50岁的时候，画风出现了变化，这是因为他心爱的妻子离开了人世。第2年，康斯坦布尔创作了一幅画，反映出他的内心饱受悲伤的折磨，无比的哀痛。在海风的吹袭下，中世纪的古城变成了荒凉的废墟。在这幅画中，我们看不到他过去总爱描绘的祥和的田园风光。寒冷的海洋似乎象征着他内心的冰冷。在暴风雨过后，天空开始出现一些亮光，这表现出康斯坦布尔非常急切地想要找到希望。出现在刚才那幅画里的哈德利城堡的身影，现在依然矗立在泰晤士河口。康斯坦布尔在哀伤的叹息中度日，这使他日后的作品更具有内心层面的深度。在这幅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索尔兹伯里大教堂，它位于英国的南部小镇，曾多次出现在康斯坦布尔的作品中。在河流浅滩处行进的马车，令人联想到他往年的名作《甘草车》。可是画中的氛围却大不相同。后面矗立着的大教堂笔直地伸向天际，仿佛在向神寻求救赎一样。乌云中的彩虹暗示着他思绪杂乱。到了晚年的时候，康斯坦布尔创作了许多这种象征性的风景画。
巧的是，康斯坦布尔在妻子去世后的第2年，获得了他期盼已久的皇家美术学院正式会员资格。这个时候他已经53岁了，和26岁就入选的透纳相比，康斯坦布尔的画家生涯很晚才有成果。康斯坦布尔一直待在故乡，描绘宁静的大自然。相比较而言，透纳四处游历，他的画作也更具有动感。静与动，他们俩的创作风格恰好相反。到了50几岁的时候，透纳的大师地位变得更稳固了，他的个性也越来越鲜明。他开始将时事题材带入作品中，创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风景画。1834年，一场大火将当时的国会议事厅燃烧殆尽。这个时候，透纳在泰晤士河的对岸来回奔跑，他把当时现场的情景画成了几张草图。后来，他用那些草图创作了这幅画。捕捉到了晚上10点左右，从国会议事厅不断上升的火焰，突然转向另一侧的一瞬间。独特的橘黄色的火焰，还有在月光下显得洁白的桥梁，这样的对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透纳像着了魔一样，热衷于描绘大自然的壮观。对他而言，火焰是一个可以让他有创作欲的新题材。18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透纳生活在世界历史的转型期，他也被时代的巨变所深深吸引。这是透纳小时候眺望过的泰晤士河上的船，他仿佛唤醒了这样的原始风景。他认为这是自己的代表作，旁人也这么认为。这艘帆船是勇莽号，看上去很像幽灵船。它是艘曾参加过英法两国历史性战役的战舰。拖曳着这艘帆船的是新时代的主角——蒸汽船。这幅画描绘了战舰结束长期以来的任务后，被送到解体厂去的情景。一轮夕阳和洛兰作品里的夕阳很相似，为时代交替的哀愁增添了几分戏剧性。19世纪初，蒸汽火车诞生于英国，而它正是工业革命的一大象征。为了创作这幅画，透纳将身体露在奔驰的火车窗外，受尽风吹雨打，亲自感受人类首次体验到的速度感。火车后方显得很模糊，就是要表现出这种速度感。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有一只野兔正要穿过铁轨。这是为了和火车形成对比，强调出文明的压倒性力量。透纳成为了第一个运用绘画来表现速度这种近代主题的画家。透纳以突破性的手法创作的那些作品，可以说已经无法被归类为风景画了。
蒸汽船正要在冬天的风暴中出港。据说，透纳曾将自己绑在这艘船的桅杆上，历经4个小时，近距离地观察狂乱的天空与海洋。他那大胆描绘风雪的手法，在当时被人们形容为像是肥皂泡泡与石膏块。透纳热衷于追求大自然的本质，创造了一种超越时代的诠释手法。他的画可谓是抽象画的开端。透纳的精神越过大海，被许多画家传承了下去。在法国，也有一些年轻画家受到透纳与康斯坦布尔的影响，运用新的创作手法，使风景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之一就是科罗，他也像康斯坦布尔一样重视在户外创作，最终成为了法国最具代表性的风景画画家。早晨，森林被浓雾所笼罩，独特的银属色遍布整个画面，这是科罗风景画的一大特色。希腊神话里的仙女们在树荫底下手拉手一起跳着舞。倚靠着树木，正把杯子高高举起的是酒神巴克斯。科罗热爱歌剧和芭蕾舞，所以他把风景描绘得像是舞台上的一个场景。这是科罗的代表作《模特枫丹的回忆》，描绘了巴黎北部一座村子里的森林。有3个人正想摘胡寄生的花与果实，他们是想象出来的人物。科罗使脑中的幻想与现实的自然交错，创作出犹如童话般的风景画。自然与人物融合的构图，抒情的色彩，都表现出科罗深受康斯坦布尔的影响。这是印象派大师克劳德·莫奈，他早就从透纳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莫奈为了躲避战火，渡海来到了伦敦。他在那里接触到了透纳的作品，并且深受感动，于是他开始埋首研究透纳的技法。这是莫奈的代表作《圣拉扎尔火车站》，这条铁路象征着法国的现代化。他用四散的鲜艳的色彩，来表现出反射在火车蒸汽上的光线变化。这是莫奈研究了透纳复杂的颜色组合之后，最终自己创造出的一种划时代的技法。莫奈使透纳的光线与色彩更具表现力，在美术史上留下了印象派这个全新的画派，而后来的画家们也创造出了更新颖的表现手法。这是梵高的名作《星星下有柏树的路》，他画出了主观性的风景，仿佛在自己体内将大自然粉碎了一样。对梵高来说，
星空与俗不可耐的地上世界截然不同。那是死后将要到达的理想世界。这是圣维多利亚山，塞尚曾经多次描绘过它。对画家们而言，大自然往往是灵感的来源。这幅画中的圣维多利亚山，表现手法很大胆。这幅画为什么让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塞尚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手法，他用各种色彩形成的方块来描绘圣维多利亚山。这幅画成为了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画派的先驱之作。透纳与康斯坦布尔在风景画领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给后来的画家们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他们俩50多岁的时候，在皇家美术学院举办的展览会上发生过一段小插曲。那是一则耐人寻味的故事，表明他们俩似乎开始互相较劲。当时，透纳与康斯坦布尔的画作都被挂在同一个展示厅里。这是康斯坦布尔的作品《滑铁卢大桥的揭幕典礼》，这是他少数描绘伦敦的作品之一。他以往的画作都是以绿色为基调，而这幅画却不同，它是以灰色为基调的。在这幅画中，前方的 U 型船和身穿红衣的士兵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得特别抢眼。在展览开始之前，康斯坦布尔一直都在专心致志地修改这幅画。相比较而言，挂在旁边的透纳的作品整体都呈现出暗沉的色调。据说，透纳站在康斯坦布尔的后方，默默地注视着他的那幅画。然后，透纳慢慢拿起画笔，在自己的画作中添加了一块鲜红的浮标。接着，他什么也没说，离开了展示厅。因此，仿佛从这一刻起，透纳就认定康斯坦布尔是他真正的劲敌。透纳凭着无止境的好奇心，捕捉到大自然中令人惊讶的戏剧性，而康斯坦布尔非常热爱故乡，在安详的田园风景中抒发着情感。他们俩的切磋带来了一场美学革命，使风景画第一次被正式认定为一种新的绘画类型。他们为开创全新的诠释手法开辟了道路。他们的许多杰作在美术史上留下了伟大的足迹，并且教导我们，每个人身边的风景中，其实也隐藏着一幕幕的戏剧。